有請尹景順帶嚟佢嘅決勝慢歌。佢係中四行走嘅表情包，心情造就表情。經歷過台上無數喜怒哀樂，今晚尹景順要用最純粹嘅靈魂演繹《百年孤寂》。属于谁的我借了寄托，却变成我的心魔。你属于谁的我刚好经过，却带来朝气潮落。都是因为一个伤，一个伤。大雨曾经滂沱，证明你有来过。直到我闭上眼，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骆驼？你是真的人，是假的，你什么执着？100年前，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。原来是真的人，是假的，没什么因果。100年后，没有你，也没有我。只是感觉一不上，一不上，大雨曾经滂沱，证明你有来过。于是当我闭上眼，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骆驼？没是真的人，是假的，没什么执着。100年前，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。被爱是真的人，是假的，本来没过。100年后，没有你，也没有我。100年后，没有你，也没有我。景順，你唔使嚟接我啊，我接翻嚟你呢度係啦，冇錯。咗 ，sorry。哇，嗱，尹景順啊真係好難估計嘅。通常啲人咧出嚟咧嗰啲慢歌諗住即係攞把大菜刀出嚟咁樣啦，點解你揀隻咁偏嘅咧？其實我一直以嚟都係唱偏路歌嘅，係我都係行偏路嘅。係但係你都講嘅啦，我哋嘅娛樂行都算係偏路。咩娛樂行啊？娛樂娛樂，OK，唔緊要啦，我明跟住咧仲有，即係呢首歌係我一個夢想嘅一個意思，即係佢曾經嚟過，但係原來佢喺我面前又走咗。住好孤獨咁樣追夢咁。我頭先就聽到一啲幾凄涼嘅感覺，但我唔知你啲分會唔會聽完都好凄涼咁樣咧，係嘛？一齊睇睇啦！94分，好啦，好啦，我哋問一問阿開富啊，開富，周國峰老師。喂，咁喎，我首先應該要問一問咧，無啟賢做乜事啊？98分。哇！你又話馬來西亞你會
你有意見咩？你有意見咩？哦，唔係，唱得唔好咩？我其實都係俾高分嘅，係咪啊？阿毛生，其實我撳咗100分嘅，後來冇意思，減咗2分。唔係嗱，我首先想講咧，阿景順咧不嬲俾我感覺咧，就係一個咧唔按章唱歌嘅參賽者嚟嘅，所以佢揀王菲嘅歌係最適合俾我。恭喜你！耶！毛老師，哇！我睇到你個分數，我起雞皮啊！直頭。唔係，我坐低講唔到嘢，太激動。因為點解咧？自從 TVB 邀請我嚟做評委之後，呢2個月我唔睇呢個節目，所以我唔識你哋。今日我係第一次，所以咧絕對係100%嘅經驗。多謝晒。多謝毛老師。我覺得唱王菲嘅歌咧，要做到8個字：心中有情，目中無人。你做到咗啦，恭喜晒！呢隻歌嘅氣質就係咁唱嘅，恭喜晒，唱得好。多謝毛老師，恭喜景順。好啦，咁我哋亦都大力掌聲歡迎下一位選手出場，吳奕偉。